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9章。犹大王约沙法平安倒去到耶路撒冷的王宫。哈拿尼的囝先见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，甲伊讲：你哪会去帮赞歹人，疼怨恨上主的人？因为安尼，上主会受气，会临到你。毋过你还有好的表现，你有对即个国家废除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搁坚心决意找求上帝。约沙法住伫耶路撒冷，后来搁去民间巡视，对别是巴到以法莲山区，带人民归向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伊伫犹大全地逐个坚固的城设立审判官。伊对遐个审判官讲：恁办事着谨慎，因为恁审判毋是用人的权威，是奉上主的权柄。恁审判的时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但恁着敬畏上主，谨慎办事，因为上主，咱的上帝，无永远不义，无偏袒，无收贿赂。约沙法对利未人、祭司甲以色列族长的中间选派人，伫耶路撒冷为上主判决案件、调解纷争，因拢住伫耶路撒冷。伊阁命令因讲：恁着敬畏上主，忠心诚实办理代志。住伫逐个城的同胞，若有纷争来找恁，无论是为着杀人，也是为着律法甲诫命、规例甲命令遮个代志，恁着警戒因，毋通得罪上主，则免上主会受气，临到恁甲恁的同胞。恁安尼做，就袂致到犯罪。当宗教案件由大祭司阿玛尼亚做最后的裁决，民事案件由犹大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囝西巴蒂亚做最后的裁决。利未人做官长协助恁。恁着好胆办事，愿上主甲正直的人同在。